是每日予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迄粒星。 是无上生命，为着要予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 虽然恁老爸哦，毋是我要找的人，也毋过这段时间哦，伊互我真济安慰，互我真济快乐，我无怪，我会颠倒感谢伊啊。阿爸，你讲的是真实的哦？当然真实的哦。来，这个钱你摕转互恁老母哦。袂用啦，我袂用收啦。戆囡仔哩啦，恁老爸虽是讲演员，人演得真好咧，这个钱应该伊爱得的。 来，你紧摕转阮老。袂用，我袂用收。爸，那安尼，我良心袂得过啦。阿爸，你无怪阮阿爸，我实在真感谢你啦。没啦，玉文啊，无啦这，玉文啊，哎呦，我走啊紧，哎，这个查某囡仔，小也真甘心，啊，真乖。妈，啊，你若无爽快，咱无倒去休困啦。 来休困者，啊，叫妈仔快点随来啦。我起来行行的就好。哎，春兰啊，恁大家，我有一句话要来问你。你阿伯婆，你要问啥？恁带来迄个建华，到底是啥物人？这伊就是吼，迄个罗氏的囝建华，对无？你讲对无？对无？建华，恁哪会要搁再来骗我笑？拄只一动，因迄查某囝玉文有来过啊，你知？阿公啊，我把这些字卡说出来啊，到妈，我，哎，春兰啊，你这我紧，我是讲玉文这个查某囡仔，实在真乖，真捌代志，为了老母破病的代志。 啊，走来第一救我，甲互我知影伊上哦。来，春兰啊，你这个钱哦，你甲摕去互伊者。妈妈，要毋过你要先原谅我哦。哎，我紧来叫你摕去互伊就摕去互伊啦。阿伯婆啊，安尼真也对啦。啊，你无甲想讲哦，一动啊，这种遮尔无良心的人呢，啊，怎么这钱要搁摕去用呢？你咧讲啥？你咧讲啥？钱免客话啦。哪会免去摕去互伊？啊。 这是你去叫人来呢，唔是伊来cố情你，你知？但是到我知影以上，我无差本来用哩。春兰啊，你这紧甲摕去互伊好。阿伯婆啊，拢是我唔好啦，这代志拢我计划啦。无安尼啦，我甲春兰来去好无？好，安尼，你甲春兰来去者。好。妈，遐个钱吼，我已经摕去了啦。 而且吼，你老婆心肝足好的呢，会答应袂怪阿爸啦。本来吼，伊阁要共遐个钱听我，不过我唔敢收啦。玉文啊，你讲我真对，我不应该摕别人的钱。等你爸爸回来，我要好好伊讲。妈，啉茶啦。 你是？歹势吼，甲恁搅了。玉文啊，啊，这两位是？妈，这两位吼，都是请阿爸来演戏的人啦。妈，咱起来，请坐。请问你是毋是林太太叫阿霞？我
我是啊。玉文，紧摕药请人坐。多谢，免麻烦，阮家己来就好。多谢，恁遮坐啊。真歹势哦，阮翁做迄种代志，我实在足见笑的。无啦，你毋通安尼讲啦。即时吼，算讲阮欢喜甘愿请伊安尼啦。阮一摆来吼，就是知影讲你倒着即间病院啦。啊，พี่婆啊吼，讲叫阮吼专工来甲你看一下安尼啦。啊，伊就是哦，พี่婆的查某囝叫做春兰啊。春兰小姐你好，林太太你好，真多谢吼，多谢你无计较阮翁做迄种见笑代志，佮遮尔好心来看我，我实在毋知要安怎讲才好。无啦，你安尼讲就毋对去啊！其实恁翁哦，嘛甲阮斗相共偌济呢，爱感谢的吼。我毋才对无？是啦，所以林太太，请写钱收起来吼。无用的，我无用收你的钱，你无甲阮计较吼，我已经足感激的，我哪会当去收你的钱？无用的，对啦，无用的啦。我已经甲迄个阿婆讲过啊，阮绝对袂用收恁遮的钱啦。无啦，爱收起来啦。喂这阿美婆特别交代的呢，啊你若无收起来，阮当然是要哪交代。我妈叫一定爱收起来，吼你得爱收起来啦。是啊，请你收起来，你若无我嘛足艰苦的。林太太，甲收起来吼。无用的，我袂用收你的钱。收起来啦。无用的啦，我袂用收你的钱。又袂，我袂当收人的钱啦。这个真来啦，你看啦，爱钱无爱收吼，安尼免烂啦。你这个我囝吼，是足善良的。是啦。也毋过，咱嘛是爱想办法将这钱收起来啊。哎，春啊，我看安尼好无？咱过去吼，就这钱吼来开纳医药费，啊，伊讲要吼提早出院，我看咱留一撮钱吼，互伊出院了通静养，啊，而且吼，互你叫文啊吼，较紧转去上课，安尼好无？嗯，姑公，爱真好啊。无，行咱即摆付医药好，费。行，来去。请拜托一下，是毋是会当甲我讲真正的建华是倒位？阿皮婆啊人真好，我不应该欺骗伊，不应该摕因的钱，我实在真糊涂。我知影我毋对，阿皮婆啊想法真好，伊明明知影我咧欺骗伊，佫摕钱互我的查某囝。即摆我嘛较是了解阿皮婆爱做人，这回我是有较过分。啊，若安尼讲，你是毋是会当甲因讲真正的计划是倒位？请拜托一下，这是我唯一报答的所在，拜托你甲我讲。我知我该安怎做，你先等。春兰啊，啊你遐钱有摕去互遐无？妈，有啦，本来伊毋敢收啦，啊了我甲舅公研究吼，想替付医药费，啊留一寡钱吼，放到病院窗口啊下来。春兰啊，你这件代志做去真好，真多谢你哦。无咯，阿美婆啊，你茫甲我感谢啦，你若甲我感谢，我感觉足见笑的，因为吼。这件代志吼是我举起来对无？我嘛是应该爱去做的。所以阿伯爸，吼你做人吼是真够好的呢，我足钦佩你的了。嘛有啦，我是感觉讲玉文这个查某囡仔哦，足乖，佮足友好，足捌代志的呢。为了因老爸哦，啊，着咱来看困求啊，是足甘心呢。是啊，我嘛感觉讲玉文这个囡仔哦，实在有够乖巧的，你知影无？春兰啊。
你找我是嘛？你是安要跟踪我？你为什么要去药房？这是我的代志。以我所知影，恁一向是做阵上家，为什么即摆检查阿米无罪？你好亲像真关心阮吼。你买遐药啊，是毋是要阿匹婆啊？无毋对，我嘛为着要找，即摆已经爬到入门床顶。我拜托你，拜托你莫搁来烦我，莫来跟踪我。小等，还佫有啥物代志是？我请问你，应该爱来探亲的是罗顺，为什么会变成阿匹婆甲恁？安怎？你又搁讲阮有企图是？为着要找人，千3万你找到即马，是安尼到即马佫毋相信阮？你讲的确实是使人感动，但是我怀疑，你只是甲我讲，罗顺的是毋是还佫活在这个世界？即件代志甲你无关系。好，准做无关系，咱来讲条件。如果你肯照实甲我讲，我愿意将建华地址给你知。我无需要甲你讲。我就知，你本来就毋是一个有效的。你若是罗顺的还佫活在这个世界，你有啥物袂使照实讲？如果你无想要知影建华的，是的，要来走。小等，无毋对，阮只想要找建华兄。好，我老实甲你讲，阮爸爸伫1年前过身去，阮爸爸是着要完成阮爸爸的心愿，所以才替阮爸爸来找伊的情某。真歹势，要你讲出你无想要讲的话。这是建华的地址，我会保守这个秘密，你放心。为你精心付出偌多。啥？我等去台湾。什么啦？你是咧讲啥啦？你啊？舅公啊，你也看阿伯无啊，什么身体欠安啊，对无？啊，咱哦利用这个机会，转来台湾，互阿伯无安尼好好啊静养一下，身体较勇健，啊再叫人来探听。等有消息的时候，咱来找，你毋知对。啊，若无你看带即帮啦，咱安尼四界迄个乌白吹吼，敢袂输海地咧妄讲的啊，对无？对，阿舅啊，可咱来讲安尼有理。阿匹婆啊，可咱来讲安尼对啦。啊，咱即阵吼，伫咧台湾来到大陆，为着罗顺弟啊，要找伊这后生查某囝，咱找几6个月安尼。啊，咱大家规定哦，拢嘛会思念台湾啊。我看哦，等下看一段比较较会放心啦。这，好，莫咧讲啦。啊，阿伯婆身体即摆无好啲的。莫讲。爸，孙啊，妈，我来讲一个好消息，什么好消息？我已经找到建华兄呢。啊！孙啊，你讲找到建华，你真建华对啊？找到电话啦。照这地址去找吼，250公里吼，啊，伫一个庄内底，一定要开餐厅，你要看。安尼，咱马上出来，来做，来做。春兰啦，等一下啦，是讲哦，你主旨是拄倒来啊？啊，就新碧林互我啊。又搁是新碧云？若是新碧云讲的哦，你去恁家己去，我不爱去啦。无，哥啦，是你咧创啥啦？创啥？你阿伯婆啊，拜托的啦，啊你真正咧袂死心哟？春啊，迄主旨是新碧云互你的呢，啊你敢咧相信了？若要去哦，恁家己去。就准到我新碧云即摆请一顶大顶轿来甲我请哦，我共款不爱去啦。嘿，好啦个，你甲我点，你在讲啥理啊？春兰啦，嘿，是讲即回哦，新碧人敢袂搁甲咱骗哈？你可久啊？那你嘛拜托的，都已经骗了你那济届去啊！你敢想，
这个是用骗的，还是正经的啊？一定是用骗的嘛。好啦，不管安怎讲啦，有建华遐地址吼，我一定要去找啦。无安尼啊，你落到遮照顾我妈妈，啊，阮三个找。唔免哦，到有建华的住址哦，我插你来做，你小等下，我来换一梳衫哩。我也是，我会去的。哦，你家己哦。安尼好，你去你拢去。嘿嘿，我苦力的吼，才无亲像你遐戆啊，定定要装笑。我利用这个时间留咧房间哦，好不？泡一泡啊。有，到这间嘛。双园饭店，哈，是这间无？这间。嘿。诶，啊，这门关起呢？有。诶，孙奶奶，啊你无看哦？伊写每月25至28日拢休假啊，啊要无啊？我啊哪呢？休困啊？孙奶奶，甲拢问啦，看内底有人伫啊无？啊，我来弄。有人伫啊无？有人伫啊无？诶，有人伫啊无？哈，阿舅啊，有人应啦。啊你拢爱细声，人免人听的啦。啥？互我弄，啊，收细声。互我。内面有人伫咧无？有人伫咧无？内面啊，开门哦！喂，诶，无人咧应声呢。对啦。啊，你无啊？孙兰啊，安尼无人伫了。你这嘛奇怪，对啊啊那会一月日就休困遐济工？奇怪咧，25到28，迄款4天的呢。啊，安尼我知，一定建华吼，迄款这4天哦，走去找查某囝雅慧啦。去找雅慧哦？系啊。妈，舅公讲了有理哦。你若看因翁仔某开餐厅，主要是要找雅慧啊。啊，即摆每个月一定爱固定休困4天，一定是去找雅慧，无毋对啦。这个建华哦，实在真甘心啦。啊，无安怎孙奶奶，咱到遮等甲建华转来才拍算吼。啥回啊？啥物等遮等4天的咧？咱就唔使等遮困着。卖啦，咱我看是安尼啦，先转来饭店休困对无？啊，咱若等伊开店，啊营业的时阵，咱再来找因，安尼好无？系啦，妈。有理，啊พี่婆啊，阿舅讲安尼对，咱就先转来饭店哦，啊以后吼才去拍算啊。好啦，恁注意一下。你精心付出有偌多25休到28哦，一群休4天。给我知，一间生理歹，你要倒店。无啦个，你是咧讲啥你啊？讲啥？舅公啊，我想了若无毋对哦，这摆一定新美人你甲咱装笑的啦。啊，若无是安怎吼？北京无爱甲咱讲这间休困4天会叫咱去找，安尼毋是装笑，无是你讲啥？无啊，啊，你规头壳是咧想啥货啊你啊？想啥货？舅公啊，咱借问的哦，25到28敢是公定的假期？毋是啊，毋是伊的店，你讲伊休困什么意思的？对无？好啦个，咱人吼，都爱靠这谅解心的啦，对无？啊，人唔对就唔对啊！你安尼定下记担心肝内要创啥啦？定讲你人当做敌人哟。哎呀，舅公啊，安尼你就无了感觉苦力的啦。我苦力的做人绝对毋是这款的。遮尔啊久来吼，新美人对咱也无啥物好处啦，今仔还要甲咱装笑赢啦。我要了若无毋对吼，这摆共款来找一个假建华出来，因为伊知影吼，阿撇婆啊做人太好个，若发生什么困难的代志，拢会共斗3工嘛。啊，叫咱来这个餐厅找，这间餐厅伫咧倒落，可怜阿撇婆啊主动钱摕起来，甲伊斗3工，甲伊救者，对不对？你哦，无药通救啊啦！我来讲啊，你无了解我你。好啦个呀，阿舅啊，啊但无讲这拢无效啊啦。啊你拢无看呢？阿撇婆的心情即摆遮尔歹，已经倒入房间伫咧喘啊呢，啊，咱就想看有啥物办法无啦？办法？安尼啊喂，4工去哦，4工去哦。
啊，这4天若讲咱咧带出来佚佗，啊叫阿伯伯家一人住饭店遮等哦。这款代志哦，我苦力个绝对做袂落去啦。啊，毋过4天哟，哦，安尼话，这4天，莫讲阿伯伯啊啦，我苦力个哦，2天就倒落去破病啊。我有办法，我绝对有办法吼，叫阿匹婆出来佚佗啦。